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团，感谢主耶稣恩典，跟喜团来到台中来新学院，咱今日要来访问刘威正新学生，以及目前是咱台湾总会1年级的这个新学生，咱请刘弟兄来和大家请安问好。喜团你好，线顶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威正，我的家乡伫嘉义县的竹崎乡，小弟原属是元桥教会，小弟到即马已经是第5代的信徒。哦，感谢主，第5代这个信者无简单哦，吼。所以恁家族的信仰是为倒位开始的呢？哦，迄时阵是阮算太祖阿太，吼，迄时阵伊就当时有这个血罗，血罗，迄时阵无药医，所以对迄时阵来讲吼是真严重的病啊。用讲是一个绝症，嘿，是绝症吼。迄时阵因为嘛毋知影有耶稣即个神所以伊就拜祖先以外，嘛去庙里拜拜。毋过伊迄时阵吼嘛有学一寡即个偏方。伊嘛家己会当画符烧符水来啉安尼，毋过嘛是看袂到即个效果啦。所以迄时阵伊就想讲敢有一个神是会当互伊的病会当医好的。大好迄时阵，阮家乡有一个教会的兄弟林兄弟，伊就甲阮太祖来传福音，讲咱即个耶稣会当医人的病，相信伊，愿意和伊做伙跪来拜即个天顶的真神，安尼就会当互伊生活平安。所以阮太祖伊嘛相信嘛做伙来拜看卖即个耶稣是毋是真正会当医人疾病、使人平安的耶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感谢主呢，这个血罗的病真正渐渐好起来。这是对阮兜来讲是真大的一个新业。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新业嘛，真大的一个福音吼。然后咧，所以迄时阵阮太祖就甲囝儿时势讲讲以后都毋通过这个世俗的生活，这个信仰爱代代安尼传落来，所以就交代爱伫主内灵魂，毋通行歹路，所以感谢主要所有保守，就安尼就一直到小弟第5代的信徒安尼。真正安尼是真无简单，嘛是为你的太祖接受到这个主耶稣恩典了，就连续安尼来维持这个信仰到第5代，这实在真无简单的。老兄弟，我请问，这是恁爸爸这边算第5代嘛？第5代。是妈妈这边咧？妈妈这边嘛是第5代。
嘛是感谢主啊！迄时阵是阮外妈的阿嬷，吼，外妈的阿嬷，嘿，迄时阵拄好是1926年，啊，就是民国15年的时阵，啊，迄时阵拄好咱真耶稣教会为大陆传福音进来台湾的迄时阵，嘿，啊，拄好有一个厝边啊，就是阮黄伊丽莎长老。黄伊丽莎长老是咱真耶稣教会真早期的一个工人嘿，是。拄是恁外妈的阿嬷的厝边。对。所以等于是恁妈妈这边的太祖的厝边啦。嘿，厝边。是。迄时阵就传福音啊，因为迄时阵伊丽莎长老就和其他的传道工人啊，就伫即个河米啊、草港即个所在四界咧传福音。啊，就拄好就接续着即个福音安尼啊嘛，感谢主，就是听到以后嘛，感觉足稀奇的，所以就来听看觅啊听看觅以后就感受到即个神敢若袂歹呢，啊，就煞安尼就来信耶稣啊。迄时阵记得阮外妈咧讲啊，阮太祖啊，共款伫1926年的时阵，11月11号。就来互伊丽莎长老洗礼安尼。妈妈这边的这个太祖本来就信耶稣的，还是民间传统信仰，过来信。本来是传统的这个信仰。安尼无简单哦，因为你爸爸这边的太祖用讲是因为破病得到医治来信的嘛。系啊。妈妈这边的太祖是因为道理甲吸引，伊较来到教会。系啊。相对来讲，安尼拢信真大恩典哦。系啊。是迄时阵会记得阮外妈咧讲，阮即个太祖真热心伫即个教会的圣工。是所以迄时阵伫即个下个即个所在有起了一个祈祷所。因为教会的需要所以教会就按例将做教会的职事。感谢主，嘛用讲是早期的即个工人啦。所以就因为安尼，爸爸这边5代，妈妈这边5代，所以你用讲是敬虔的后代呢。感谢主就主要所保守有听过教会有即个绕口令咧讲一代清，二代明，三代无看袂明，四代你请我无闲，5代搁来去拜神明。即个就是讲家庭的信仰要传承落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第一代知影安怎信主的，毋过到第5代可能就渐渐就毋知影即个神到底是啥物神，就煞来离开所以讲不管对于爸爸遐，还是对于妈妈遐其实拢是足重视即个宗教教育的代志，这嘛是因为长辈看重这个信仰啦，所以头拄对于老兄弟所讲的这个绕口令，咱就知影先怎有这款的现象我相信迄是真济这个信仰伫传承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个情形啦。咱嘛知影讲要维持这个信仰真正无简单，所以士大人爱看重士大人看重以外，咱做事情咱嘛要去纪念这个神的恩典。咱若定定咧数算神的恩典，咱若安尼要来保守这个信仰就比较较容易。咱阵啊对信仰无要无紧，虽然是大人会安尼真看重的，甚至有要带歌勉强咱来维持，但是迄挡袂久，因为迄是毋是出于甘心自愿，嘛毋是伊真正有体会到神的这个恩典，咱是被勉强的但是这位神确实互咱会当真深刻有一寡体会啦。所以咱听众朋友一定嘛做好奇的，啥怎老兄弟伊会想要来献身来做咱真耶稣教会的这个传道呢？所来用请老兄弟来甲咱做见证无？是小弟其实伫家己生活的体会内底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为细汉到大汉。有印象的这个生活，拢是伫教会内底伫教会佚佗，也是伫教会聚会上课，也是讲行遮的同伴做伙佚佗拢伫教会内底所以对小弟来讲，
伫教会内底的生活是维做熟持，悉啦，嘿，做实在是维持这个信仰的，的一个关键。对对对。记得伫细汉的时阵啊，因为教会有办这个宣道的这个营队，宣道的营队，对生命体验营，生命体验营，是，嘿，迄时阵拄好，就为环球教会开始，慢慢拉拖。是慢慢传出去，将这个好的这个活动来分享到各个地区的这个教会去，所以迄时阵小弟大家的晓热甲晓寒拢足有印象的，拢无伫厝，拢伫外口咧走动。为什么会安尼呢？就是迄时阵啊，我爸爸妈妈也是阮阿姐阿哥，拢全部拢爱去协助这个营队的。这个信工，所以爸爸妈妈、阿姐、阿哥拢出去啊，拢出去。安尼就等于不是全家总动员啊，是全家族，家族总动员，专家总动员啊呢。嘿啊，所以迄时阵就做囡仔，未读幼稚园，就安尼四界种啊。迄时阵虽然讲袂当帮助啥物代志，毋过拢会让伫遮个长辈身躯顶啊。看到因服侍神的这个态度，个对神的这个忠心，所以小弟看以后心肝内都有一个感受。我讲，我以后嘛要像我的爸爸妈妈、阿姐阿公安尼共款，长大以后会当为主来传福音，来做这美好的工。伊等于是有一个好的榜样，互咱伫遐学习，所以咱就自少年的时阵就立到这个决心，想要来服侍神安尼是感谢主。煞来咧，小弟伫这个营队当中嘛有体会到神的恩典啦。安怎讲咧？会记得有一届阮去桃园复兴乡，记啊一个国小来办这营队。迄时阵小弟拄好伫行政组，坐伫服务台遐。常常听到对讲机都有人咧话，讲有囡仔无去啊。我迄时阵听到以后，就摕着对讲机，就为外口冲讲大家来找这囡仔到底是走去倒诶。阮时阵一边走一边心肝内喊哈利路亚，求主耶稣帮助。会当互阮找到这个囡仔安尼，因为这最要紧的啊！来参加的囡仔是因的是大人将囡仔交伫咱营队的这个手中，伫活动之间，阵走无也是发生什么危险，这责任拢咱是爱担的嘛，所以当对讲机团来讲有囡仔走无的，咱大家都是爱同心努力，爱紧你甲找出来嘛。是然后咧，因为国小足大的。搁伫即个山区内底，要找是真正足歹找，嘛毋知影要为倒位来找。所以小弟都咧想讲一帮人伫即个活动中心内底咧上课，安尼我位边先来找看觅咧。伊就门口边都有即个儿童的即个游乐区，有溜滑梯、荡秋千迄款的，就过看觅咧。真正看到一个囡仔伫遐咧。黑公秋，我就甲问讲，请问你是来参加的，还是你是外口的？伊就常常看到伊咧看伊的名牌，家己走出去耍伊知影伊就为活动中心内底去抢机票，我说这阮的囡仔，就去确定一下囡仔是毋是有转呀？是，真感谢主。所以是喙听了老兄弟的祈祷，马上就互你走对的所在，找到对的人，马上就找到这个囡仔，真是极大的这个恩典哦。过来伫信仰头顶有啥物体会吗？有一届小弟伫国校2年迄时阵小弟未得着圣灵，未得着圣灵。有一届暗时咧困的时阵我就感受到有一个气来咧刺我的阿妈棍。跟电你阿妈棍。电阿妈棍电了就暗的。电甲已经未喘气迄种。哇！这生命有危险的。迄时阵小弟佫感觉目睭佫闭袂紧，都毋知影到底发生什么情形安尼。讲迄当时小弟想到伫教会时阵传道捌甲阮讲，你若感觉怪怪的时阵爱紧化，
奉主耶稣性命赶撒旦所以迄时阵小弟就反应过来，毋过吼，因为阿嬷滚去地上暗所以吼，有一点画袂出来，我就先过来先画看觅了，哪会感觉这个气力嘛是搁继续，就讲无要紧啦，就上后一个气力吼，一字倒画，小弟印象足深的，画到上后一个字的时阵，这力量煞就无去啊。好，所以你就奉主耶稣性命赶撒旦，到最后一支蛋的时阵，这个甲你定的力量就无去啊，都无去啊。所以迄时阵对小弟来讲，信仰就有体会啊。因为较早正吼，伫教会听传道人还是听老师讲，有神嘛有魔鬼。迄时阵上课都嘛是当作有一点当作传说故事啊。就是听就准拄煞安尼。经过迄件代志的时阵，小弟对于这个信仰都有体会啊，讲原来圣经写的拢是真的，拢会发生的代志。所以迄时阵小弟就开始知影爱亲近神，爱拍拼祈祷求圣灵。所以感谢主经过一冬的时间。主要说到享受这个宝贵的圣灵，所以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嘛，吼。所以头拄老兄弟所讲的过程，就是咱俗称的这个鬼压床啦，吼。因为你属灵的这个体会，你真正爱有经历过，你才会了解。所以总是伫大家顶传道老师你讲过有神嘛有鬼，但是你无体会到，你真正无法度明白甲了解，但是。经过即届的这个魔鬼安尼甲你饲了，咱就知影讲真正有一个力量是超过咱人的力量，咱若无靠主，咱真正是无法度来得胜的。嘛，因为安尼，所以激励老兄弟会当迫切来祈求圣灵。各位听众朋友，小姐戏团嘛要甲大家讲这圣灵毋是咱信主就有啊。嘛毋是咱洗礼就有啊！根据路加福音第10章内面所讲的咱是爱来祈求咱为神遐来领受这个应许的这个圣灵，感谢主。所以你伫国校3年的你用过顶工国校3年，你就来得到了这宝贵的圣灵啦是感谢主。还有其他信仰头顶的体会，要和咱听众朋友来分享无？会记得嘛是伫国校2年的时阵，迄时阵有元桥教会。办有一个旅游的活动，就去这个阿里山的这个达纳伊谷。迄时阵因为小弟较细汉，所以去到遐这个大人啊，也是哥哥姐姐啊，拢落去耍水。毋过我爸爸妈妈就甲我讲，你毋通去伤深的所在，你就伫边啊耍水就好。迄时阵我就看，干那我一个人到底是要耍啥物？所以我就想讲无通哥哥姐姐做伙耍就家己行落这个水较深的所在，就行咧，煞毋知影头前迄这个水底有一个窟窿，较深的窟窿，所以小弟就踏无着，就跌落啊。其实有看新闻的，大家拢知囡仔跋落水的时阵，因为这个水声足细，所以无人听有，所以小弟会记跋落的时阵就敢若无人发现共款。安尼做危险的嘿啊，就迄时阵我就听到这个阮的主牧团队伊就看到就惊慌讲像跋落水就冲过来小弟有印象，伫水底内底的时阵。目睭闭好紧，我就看到一双手，甲我为水底来抱起来，佮看较清楚咧。是阮的主牧团队嘛是真感谢主。这是第2届小弟体会到一件代志，就是人的生命是真微小的、真脆弱的。这个生命拢掌握伫这个神的手头当中，咱要走也要留，拢是伫神的决定内底。这是。小弟对生命内底去体会到这个信仰的重要性。伫迄届的时阵小弟就咧思考我真正安尼就要
等去天国啊嘛，我真正准备好啊嘛。我袂使，我还未得到圣灵，我袂当离开。感谢主吼，咱戏团嘛向咱听众朋友做一下解说者吼，像咱老兄弟会安尼讲吼，要未得到圣灵吼，啊咱特别离开吼，啊咱都无把握。因为这应许的圣灵是主要所要收束互咱的，这个应许的圣灵嘛是咱进入天国的这个凭据，所以要未得到圣灵进前，做咱若就离开吼，安尼就做危险的咧吼，甚至咱对得救都无把握所以老兄弟较有这款的这个感受啦吼，过来咧。弟弟，去军校读册的时阵，你是军校读册，嘿，吼，所以你是读军校的，嘿，迄时阵拄好入伍，入伍训。就去这个陆军官校内底，去受这个八周的这个陆训都无放假。迄时阵，阮有这个实弹射击，175公尺实弹射击训练。迄时阵啊，阮有一个学长，就找阮几个同学，讲要去靶场。阮就问讲，学长要做啥物？伊讲好康的，好康的，斗小报哦，斗小报，就去才知影讲爱去做这个看靶人员。打靶的时候，咱去做看靶人员因为当时无这个电子靶，电子靶伊是家己会算，毋过迄时阵无，所以拢爱人工家己去看，爱用看，爱用算，爱用笔写安尼。175公尺内底中央。有一个前进指挥所，阮就爱秘伫内底，当因拍了以后，阮就出来去看这个靶顶头有几粒枪支安尼，转来回报。结果门关起来，第一波开始拍，我讲奇怪，感觉毋对，因为阮咧看的时阵讲，第1位到第12位，为什么拍的这个枪支拢无伫靶顶头？我想讲，哎哟，这枪支无生目睭哦，到底为倒位去啊？这真危险哦。所以到第2波、第3波出去看的时阵，嘛是同款，全部拢脱靶。脱靶意思就是拍肉包啦。拍肉包啊，全部拢拍无着啊。对，毋是拍鸟啊，就是挖地瓜。所以阮就知影，哎哟，这件代志就。真大条，真大条哦！表示这个枪法拢毋是介准的。我就问学长讲，学长借问一下，这是啥物情形啊？学长就讲啊，这就是进前拍2届拢无及格的啦，所以因这拢是来补测啦。来补测的。安尼有几波？25波。所以我就开始烦恼，讲哇，这枪支无生目睭，拍遮济波，毋知要安怎。是。我记得敢若伫第11波的时阵，阮秘伫内底，因阮门关起来，阮迄个是这个钢板门，较薄的迄种钢板门关起来。咧拍的时阵，阮听到门顶面有足大声的声音，叮一下。哎哟，表示枪支拍入来咧。枪支拍入来，大家都下意识爱鼓落，头爱闭起来，无会向枪支拍着安尼。是。小弟。印象足深的，因拍了时阵，就看到这个门顶头都有迄个枪支孔。枪支孔。阮就咧找讲，这个枪支到底是拍去倒位？拍去倒位？就大家都咧找迄个枪支头子弹头。就为我的倒手柄顶头去看。我倒手柄顶头是一支足大支的迄个条我就看到顶头有。几6个枪支孔，我就讲感谢主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就是因为我迄时阵米是为我的正手柄去米，为我的倒手柄去米的时阵，有可能就会向枪支啊，真正就中枪啊！所以迄届嘛是我对这个信仰有一个体会啊，就是讲真正有可能随时主要所就会甲阮食顿去。所以就活着的时阵，就爱把握机会，逐工感谢主要所，互阮有活着的机会，会当为神做更较侪的圣工，为主来服侍。所以小弟就想着，阮受洗归入基督以后，阮的生命本来就是主要所下。所以不管是伫死以后，还是在死的时阵，拢爱
为主要所来打拼，来为主做工。后来你想要决定要来献身做传道呢？其实小弟退伍以后啊，本来咧做保险业务。你做兵安尼做几档？差不多4档。哦，差不多4档。哦，你做4档诶。嘿，因为迄时阵阮公司无这个底薪，阮都爱家己去做安尼。嘿嘿。因为小弟拄出来嘛，唔知影要找啥，还是要怎做拢唔知。所以小弟足轻的感受，第1个月干那38块的薪水。哇，安尼足加呢，足加，含一个便当都买袂起诶。所以迄时阵就真正是有一段时间足忧郁的。足忧郁。足忧郁啊！足烦恼，唔知咩啦。嘿啊，奇怪，为什么神爱互我即款的操练？嘿小弟就想袂通，毋过嘛是爱生活。所以教会圣工嘛是爱照做，工课顶面嘛是爱努力打拼。虽然讲可能前一段时间趁无济，毋过嘛是爱努力。所以有一届有一个同仁就甲小弟分享，伫这个马太福音6章26节，讲天顶的杯鸟无种嘛无收，咱的天父嘛家己养活。所以小弟迄时阵祈祷就改变一个方向，讲，既然咱天顶的即个老爸会赐阮食、赐阮穿，咱就努力，一切主要所拢会看顾。所以迄时阵小弟都想到一件代志，不管安怎吼，就是感谢神啊，有得食有得穿，就感谢主。所以迄时阵就有一个想法，讲。我伫食头路这段时间，才打拼咧做，虽然讲趁无济，毋过嘛是平安过生活。安尼不如来找一个更较好的头路，会当改善家己的生活，嘛会当服侍主。所以迄时阵小弟都咧想讲，敢有啥物款的工课会更较好。所以后来小弟虽然讲继续做，毋过伫出社会这段时间就。伫教会内底服侍，会记迄时阵小弟伫教会内底参加这个领会人员的训练，后来就有团队带，就训练了以后，就投入这个教区的领会工课。当迄时阵，真感谢主有迄时阵这个阮的教务处有一个青年炫目计划，伊的目标就是。训练有这个宣导甲教部的人才，同时嘛是培养这个以后的新学生。所以这是教务处的这个计划吼。为什么讲真奇妙的？就是讲，迄时阵小弟拢毋知会情形之下，教区就甲我的名单送来总会，所以表示有人推荐。有团队推荐，有团队推荐，你适合行这条路，但是无先甲你讲，所以就上来到总会，审查了有通过，通过，较甲你通知，小弟就咧想讲，既然这敢若嘛是神的意思，是，所以小弟就讲，安尼我就顺服，就来给予这个计划来做学习。每个月底就对团队来实施安尼，所以实施到后来，就是因为我准备要结业所以教务处的这个处负责就甲小弟问讲，你考虑安怎？小弟讲，安尼我就顺服，就来考这个新学院安尼。是。伫这个过程内底，小弟就想到较早。阮妈妈甲我讲的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呢？这是伫我报考的时阵，阮妈妈才甲我讲的代志。是安尼伊讲，其实我甲我姐姐未出世之前，迄时阵阮爸母都结婚。所以还袂有囡仔，迄当阵爸爸妈妈还袂囡仔迄时阵。因为阮家族算较传统的家族，
这传统的观念就是讲，这个大囝爱生查甫的，长子要生长子，爱传承安尼。所以恁爸爸是大囝就对啊。嘿，大囝。所以你等于是大孙的吼。因为迄时阵吼，阮妈妈讲伊这压力伤大，是，伊就甲先讲啊，讲最后说你也互我叮嘱大孙，我就将这个囡仔就来奉献。可以做全职的圣工安尼。感谢主。嘿，所以妈妈有这款的心意。嘿，迄时阵我母啊甲我讲的时阵，足奇妙的，就是讲原来这条路其实最后所拢已经决定好啊，是伫遐未出世进前，其实伫圣经内底嘛有一寡这个新的工人，拢是安尼。所以小弟知影家己既然有最后所的安排，就来决心来考神学院安尼。考的过程有顺利无？考的过程真感谢主呢，因为迄时阵要考进前团队人拢讲你得去甲中级班教完的这个教材去看看咧，就来考试就好啊。讲好，安尼就开始咧看，看看讲，哇，原来圣经伊真正是神的话，咧读的时阵有当时会感觉家己真正是足微小的，有足侪神的话，其实家己有当时嘛是记袂起来，毋过嘛是安尼努力来读，就来考安尼。感谢主，就是伫考的过程当中拢足顺利的。小弟印象足深的，就是伫这个面试。面试的时阵，面试的时阵，因为一个人爱面对20几个总会负责人，这个压力真大，足紧张的。是，我就听看卖团队问啥物，安尼就团队就问一寡献身有关系这个代志，安尼是，讲为啥物日子，为啥物安尼，就拢足顺势的。拗出来的时阵阮有一个同工就甲我讲魏正，你破纪录啊呢？我讲是安怎讲咧破纪录，讲到遮迄个，就讲你9分钟都出来啊！我讲9分钟出来，哪有啥要紧嘛？我讲平常拢爱15分钟、20分钟才会出来，你9分钟都出来破纪录，表示你足紧就出来了。我讲会安怎吗？后来其实。考调以后我才知影一项代志，就是愈顺时就会愈紧，表示讲总会负责人拢无啥物问题，较无问题但嘛较无啥物需要问的所在啦。对所以伫迄届面试结束，所有的考试的学生爱向总会负责人跪来祈祷的时阵，小弟就轻轻的感受到讲最后所要竞选我。伫你要报考进前，是毋是有做了啥物预防？迄届其实我有差不多2礼拜时间其实心肝内底感觉足紧张的，因为要考试进前，因为你已经死头路就心肝内浮现一个问题，就是讲万一万一若无调，考无调的时阵要安怎？虽然讲烦恼啦，毋过嘛是爱去面对嘛是爱读册安怎？我就找我的团契的学长我就甲讲即件代志。本来迄时阵伊嘛有想讲要来考啦。我就甲讲我讲安尼就互相带倒啦。就伫迄天暗时的祈祷的时阵，就做了一个梦。做啥物梦呢？迄个梦就是梦到我赶着行李，赶着行李，行李。就伫这个5楼的神学院的办公室门口准备要来报道要来报道要来报道。我记的是为这个电梯门口拍鼓我行出来，结果我喙就咧话讲学长哪会无来？学长咧。后来我醒过来时阵，小弟就咧想讲，敢若神加听家己的信心，毋过这个团队人拢有咧讲这个梦爱放伫心肝内底反复的思想，是爱测验，爱测验，当成就以后，就知影这是意望，所以小弟甲即件代志放伫心肝内底。
就真诶感谢主，就通过以后，我记得有一届咧上课诶时阵，上创世纪，团队就咧讲吼，你若平常袂做梦诶吼，你若常做一个梦吼，你印象足深刻诶，你着爱思想看觅，这是毋是神互你诶异梦啊？小弟马上就想到即件代志，就过转工诶时阵我就准备放假要转厝内底，伫火车顶，我嘛是听即个咱教会即个心灵游牧民族诶节目，听着阮3年级诶学长林炳宏神学生。伊有讲伊做过异梦，看过异象，做过异梦。伊咧讲伊做过异梦的时阵，我阁常想到即件代志。因为昨听到团队安尼讲，今日阁听到的时阵，哇，感谢主，真正是神互我的异梦无毋对。这对小弟就是寄拜神学院读册以后，嘛是加添我上大的信心安尼。是感谢主，你。经历过神学院的考试了，加来你有立伫啥物志向无？小弟立这个第一个志向就是讲尽家己的本分，将这神的福音、神的见证传互真侪好朋友知影。第二个小弟立志向就是讲爱伫教会内底亲像耶稣共款爱牧养神的羊群啊，是爱关心咱的兄弟姊妹，不管是伫俗世的生活顶面，伫属灵顶面嘛是爱用着主耶稣的道理来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为神遐来的属灵的这个粮食，会当互教会愈来愈好，来亲像耶稣共款，来照顾咱属灵的兄弟姊妹。第三就是讲，即马其实基督教虽然讲拢咧信耶稣，毋过有真侪道理是较偏差的，也是讲伫咱即个世界的即个价值观有项咱教会无啥共款的所在，所以小弟的祭拜志向，第三个就是讲爱保护咱的道理，来传互咱的兄弟姊妹知影，互咱的兄弟姊妹。袂因为咱伫俗世的生活顶面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就安尼流失离开教会，这是小弟所立的这个3个志向。感谢主老兄弟说，你们这3个志向嘛，互咱有真深的这个感受啦。伫咱这个节目要完成进前，就由戏团来带领咱做伙使用天地精神来献上咱的祈祷请咱做伙同心灭祷，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带领戏团甲廖兄弟的脚步，会当伫遮来述说主你美妙的这个恩典，透过老兄弟的这个见证，互咱明白到信仰传承的这个要紧，卖当知影讲伫信仰教会这生活当中，对信仰的这个影响，嘛恳求主来继续来带领老兄弟这个献身的路，互伊伫神学院毕业了后，将来当成做主你美好的工人，来当为着主你来传扬福音，来牧养主你的群羊，嘛来保护着这个道理，并且嘛恳求主耶稣你的圣灵亲自运行，互咱伫空中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了老兄弟美好的见证了后，会当就近到因兜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查考这个美妙的这个道理，因为美妙的道理，这个福音是要互相信的人，恳求主你来带领应许，阮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求你垂听悦纳。最后，我要将一切恶乐荣耀上赞，要归到主耶稣你的圣尊名。愿对你遐来的平安甲福气，享受互阮所有爱慕你的人。哈利路亚，阿门。是否我能
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使我一生一世不走长，求牵我手带领我道路，紧握住你不离去，再一次张开你的双臂，紧拥抱我在你怀里，用爱指引我人生路途，我紧跟随你不离。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使我一生一世不走长，求牵我手带领我道路，紧握住你不离去，再一次张开你的双臂，紧拥抱我在你怀里，用爱指引我人生路途，我紧跟随你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直接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无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一领所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所赐予你，使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
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